記住你個心中有個樂園。公益金屋開心 show 現在開始，有請我哋大會主持開心果肥姐沈殿霞小姐。而家咧就要介紹今晚我哋嘅嘉賓，第一位咧就係黃百鳴先生。你好，百鳴，口齒伶俐嘅 Wyman，Thank you Wyman。 20年前，我去參加一個電視有獎遊戲節目，當時係以電台 DJ 身份。當年黃偉文仲係寂寂無名嘅新人，去到大場合周身唔聚財，極度尷尬，全場猛人，得肥姐一個肯主動去搭訕解圍。Wyman啊，你今日套衫好靚啊，喺邊度買啊？我當時受寵若驚，我覺得哎呀，竟然成晚我等咗喺度喺個角落頭嗰度發臭，有人同我講嘢啊。於是我同佢講話係啊，呢套衫咧係咩牌子嘅？我喺日本買嘅。講完一大堆嘢，佢微笑咁樣話好，咁啊行咗去。靜一靜之後我就諗，其實佢點會想着嗰套衫？佢只不過係見到我喺個角落頭度病埋冇人理，佢走過嚟俾啲人間溫暖我啫。其實沈殿霞點會着 Comme des Garçons啊？呢一份雪中送炭嘅暖，Wyman記足20幾年。人對人唔係老奉要好嘅，尤其是佢係一個天王巨星。我睇睇今晚嘅成績啦，我發覺啦 Wyman 好似獎品攞得最少喎，唔得噶嘛！我點可以咁樣對我嘉賓啫？寧願俾公司炒魷魚，我自己揸主意，我送3份獎品俾你，你揀3份。嗰一秒鐘，我就決定呢個人情我係要還嘅。去到2013年前後，正當欣宜覺得心灰意冷，我好記得我出第3張碟，出完之後冇乜人知啊。喺娛樂圈又係自己一個坐喺暗角位嘅時候，欣宜同樣得到有人雪中送炭。還到俾佢嘅話，當然最好啦。還唔到俾佢，還俾佢屋企人都好啊。我好彩，我喺10幾年之後有機會遇到佢個女。